牙痛咁去剝牙剝咗咯。食嘢唔方便啦，就後尾冇整，而家先要種翻正牙啦。肖女士她左边下面的一个牙拔了有一段时间了，然后我们会发现她牙齿拔完之后没有及时种植，那么她旁边的牙就已经有点轻微的往这个缺失的地方靠拢了，所以我们就牙齿倾斜。它一个牙齿的倾斜它会导致整个牙弓的一个紊乱，然后我们能看得到它的牙周病也都不太好。然后这个白色的就是我们给它做的一个种植牙的方案，给它种上了一个种植体。種咗一隻咯，手術幾好啊，唔係好痛，有啲緊張啦，不過後尾都係打針嗰下痛嘅，都唔係點痛，都好快啊，冇乜嘢。呢度幾好啊，個人都幾好，服務幾好，都好大間，好舒服啊，嚟到呢度都環境幾好。